可能你都聽過一句說話，俾癌症嚇死嘅比病人死嘅多，但係其實食錯比嚇錯更加致命。好多患者一確診就開始亂補亂戒口，結果唔係營養追唔上治療嘅速度，就係俾錯誤嘅飲食拖垮咗身體嘅免疫力。大家好，歡迎到讀懂癌症。今日我會為你打破坊間對於癌症飲食嘅迷思，從一個專業角度話俾你聽點樣為抗癌加油。如果你都想食得啱，癌症治療跑得快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讀懂癌症。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抗癌戰士嘅力量。作者介紹呢本書係由解放軍總醫院3名1號醫院嘅營養專家團隊撰寫，內容涵蓋咗癌症嘅成因同埋營養嘅關係、治療同埋康復嘅飲食策略、常見並發生嘅營養調整。我哋團隊睇過太多因為飲食錯誤而惡化嘅患者，所以想用最科學、最務實嘅方法，教大家喺每一餐為生命加分。核心嘅思想，營養唔係配角，而係主治療嘅同伴。癌症嘅治療唔單止係靠化療、放療同埋手術，營養係維持免疫系統嘅戰鬥力嘅燃料。缺乏營養就等於治療副作用放大。營養跟得上嘅話，身體嘅恢復嘅速度都會快一倍。書入邊嘅第2章指明，能量、碳水、脂肪、優質嘅蛋白質、礦物質、維生素，全部都會影響腫瘤嘅生長同埋免疫系統嘅運作。因此，少食餓死癌細胞其實可能有一定嘅謬誤，因為喺癌細胞餓死之前，首先崩潰嘅可能係你嘅免疫系統細胞。引用書中嘅內容講到，營養缺乏會加速我哋嘅癌症復發同埋轉移嘅風險。核心思想2，唔係食得多就係補得多。癌症患者嘅3大誤區同埋風險。錯誤嘅迷思1，多飲雞湯、骨湯先補，實際係啲湯高脂肪加高普林，會加劇我哋嘅炎症，影響我哋嘅消化系統。錯誤迷思2，戒晒主食就可以減少癌細胞嘅營養供應，但係會造成身體缺乏能量，我哋嘅免疫系統會崩潰得更加快。誤區3，多食補品就一定有成效，但係過多嘅補品會干預我哋嘅治療，傷我哋肝腎。書入邊嘅第7章講到走出癌症營養防療嘅誤區，將以上嘅一啲錯誤迷思逐一擊破。作者強調食得啱大於食得補，平衡大於極端。核心思想3，飲食嘅策略必須因治療嘅階段而變。佢指出唔同嘅飲食方式，例如放療、化療、標靶、免疫，都要配合唔同嘅營養需要。簡單啲講一句，就係其實唔使戒一世口，而係每一個階段都有唔同嘅任務。按照唔同階段變化嘅飲食比例，化療食唔落嘢就少食多餐，食啲高蛋白嘅食物。過程中最重要嘅係一個概念，癌症唔係同身體對抗，而係幫身體修復能量。呢本書大篇嘅篇幅講到，如果免疫跌倒嘅話，咁治療就會越打越弱。如果營養撐得住免疫系統，治療先有機會成功。佢哋希望大家可以記住一件事，補得啱先叫補，如果亂補其實係害。每一個飲食階段都有唔同嘅任務。營養嘅治療係抗癌嘅主戰力之一。如果你處於一個治療期，其實每一啖食物都係免疫嘅子彈。咁接下落嚟，我哋細講唔同嘅治療階段需要食啲咩，配合最正確嘅食療任務。化療期任務係抗炎加修復細胞，同時要減少嘔心反胃情況。化療會傷到我哋嘅口腔、腸道、骨髓，所以同時要兼備易消化、高蛋白質、提高白血球。建議嘅食物有清蒸魚、豆腐筋、雞蛋筋呢啲高蛋白質食物。之後係小米粥、藜麥粥、軟飯等等，可保護我哋嘅胃黏膜。跟住可以有蘿蔔泥、香蕉，可以舒緩我哋嘔心。盡量要避免油炸、辛辣嘅食物，太甜、太流、太硬、太熱嘅食物，呢啲會加重我哋嘅反胃、腹脹、口腔潰瘍。書入邊都提到一啲少少嘅技巧，例如少食多餐，分成5至6餐，咁樣能量會更加穩定。去到放療期，任務就係抗氧化加黏膜保護。放療係會令口腔、食道、腸道嘅黏膜發炎，需要補充翻啲抗氧化嘅營養素，例如維生素 A、C、E、多酚等等，避免一啲刺激性或者過硬嘅食物。建議嘅食物有深色嘅蔬菜，例如菠菜、甘藍、西蘭花等等，可以提高我哋嘅抗氧化。而水果類有藍莓、木瓜、蘋果等等，亦都可以食啲軟質、溫涼嘅食物，例如蒸蛋、煮軟麵等，避免一啲極熱嘅湯麵、酸辣刺激嘅嘢食，同埋一啲堅果硬食，因為呢個會刮傷我哋嘅黏膜。而去到手術後，任務就係要修復組織加補血補蛋白質。手術過後，身體就好似大回收一樣，需要大量嘅材料去修復，例如鐵質、維生素 B12、優質嘅蛋白質等等。建議嘅食物有牛肉、瘦豬肉、雞肉等等，
可以補鐵加補蛋白質，紅棗、小米、菠菜就可以幫我哋補血。亦都可以食啲溫和腸道嘅食物，例如雞蛋羹、魚肉粥等等，避免一啲高脂肪嘅骨湯，會增加我哋炎症，亦都減少大補藥膳，會增加我哋肝腎嘅負擔。去到康復期，任務就係重建免疫系統同埋防止復發。書入邊強調，康復期唔係放假，而正係免疫系統最需要支援嘅關鍵期。建議嘅食物有進行地中海飲食，食用橄欖油、魚、堅果、新鮮嘅蔬果、全穀類嘅食物，例如糙米、全麥麵包，一啲豆類，例如黃豆、黑豆。最核心嘅原則就係多蔬果、多纖維、健康嘅油脂，同埋規律嘅飲食。之後會講到營養素嘅角色表。對抗癌症有啲靠邊個好呢？書入邊反覆提醒，唔係有一種超級食物就可以治療癌症，而係多種營養一齊打團體戰。攝取優質嘅蛋白質就可以修復我哋嘅組織，提升我哋免疫力。例如蛋、豆腐。Omega 3就可以抗炎，例如一啲三文魚、蛋白質。維生素 C 可以幫我哋抗氧化，例如啲深色嘅蔬果。鐵、葉酸可以幫我哋制血，例如菠菜、紅棗。鋅、硒可以幫我哋抗氧化，提升我哋免疫力，例如一啲海鮮、堅果等等。重點就係唔係越多越好，而係每日足夠嘅攝取。營養治療背後嘅免疫公式，書入邊分咗幾個概念，由營養去到維持免疫，再去到決定治療嘅承受度同埋成效。有充足嘅營養就可以提升我哋白血球，如果營養不足嘅話，就會免疫系統崩潰，併發症嘅指數就會提升。抗癌唔係淨係靠意志力。跟住我哋就分享啲真實嘅案例。書邊有一個非常之經典，亦都好值得參考嘅例子。患者係一位患癌手術後嘅中年癌症，因為唔敢食加驚食醋嘅方法，令到體重持續下降，體力唔能夠應付化療。而醫院嘅營養師介入之後，將佢嘅飲食調整到少食多餐，加高能量、高蛋白質，配合蒸、煮、燉等嘅溫和方式，短短3個禮拜已經有明顯嘅成效。喺治療前，佢嘅體重持續下降，治療之後恢復咗1.8kg，白血球指數都由偏低回復翻正常水平，而化療嘅耐受度都由經常嘅延遲去到可以準時進行。營養唔係錦上添花，而係續命嘅柴火。跟住落嚟都有一日嘅餐單可以俾大家參考。早餐可以小米粥加蒸蛋，保護我哋腸胃加補蛋白質。午餐前可以食香蕉、蘋果泥，減低我哋嘅嘔心同埋補鉀。午餐就可以食清蒸魚加軟飯加西蘭花泥，可以提供優質嘅蛋白質加抗氧化。下午茶可以飲牛奶同埋蛋白粉，呢個就要先問醫生嘅建議，支持造血。晚餐就可以食南瓜粥加豆腐羹，呢啲易消化同埋可以提升我哋免疫力。瞓前可以食啲糊狀嘅點心嚟芝麻糊，穩定夜間嘅能量。貼士就係每餐都不求多，目的係食得落肚。蒸、煮、燉係遠遠大於炸、煎、烤。料理建議由魚、禽為優先，更加容易消化。根據癌症嘅常見症狀可以即時調整，例如1口腔潰瘍就可以食啲清涼軟滑嘅嘢食，例如蒸蛋、藕粉、溫涼嘅粥，避免酸辣嘅硬食會加劇傷口。第2，嘔心嘔吐係化療期嘅常見症狀。我哋可以飲薑水、薄荷水或者食啲乾糧，少食多餐，避免太油膩同埋重口味嘅食品。3，腹瀉可以蘋果煲水飲用，同埋食啲紅蘿蔔泥，要避免牛奶或者生冷嘅瓜果。4，便秘大家可以多飲水同埋食啲高纖維嘅食物，例如燕麥、羽衣甘藍等等，亦都可以攝取適當嘅油脂，因為完全唔食油嘅話，其實會更加加劇情況。一句說話總括，我哋要先管好個病徵，目標係食得落加食得啱。心靈同埋飲食都係書裏邊一個好珍貴嘅觀點。書入邊反覆提到大家一個好容易忽略嘅真相：情緒好嘅話，我哋先會食得好，咁我哋免疫力都會好。有好多患者一聽到醫生講營養要跟上，就變成一個壓力，呢啲又唔食得，嗰啲又要戒，結果越食越驚，越補越亂。作者提醒，飲食其實係希望而唔係懲罰，所以都要鼓勵病人同家人一齊進食，唔需要勉強自己食，亦都可以製造一個愉快嘅飲食儀式，例如播一啲音樂、一啲燭光，製造一個舒適嘅環境進食。抗癌唔係折磨，而係修復，係為生命加油補給。嚟到呢度，我都要講一講聲明，跟條片嘅內容都係源自於書入邊嘅飲食策略，並唔代表可以代替醫生嘅治療，亦都唔鼓勵大家自行更改療法。
任何嘅飲食調整最好諮詢咗醫生同埋營養師嘅建議，唔好自行停藥同埋停療程。希望今日本書可以帶俾大家更加多嘅觀念，食得啱大於食得好，唔同嘅療程有唔同嘅任務，我哋要先照顧好我哋腸胃，先可以修復到我哋免疫力。而情緒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，飲食決定咗你可唔可以捱過我哋嘅抗癌旅程。我會持續為大家讀更加多權威醫學書。今日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